1997年之前，大埔嘅發展係一部由傳統鄉郊走向現代化新市鎮嘅變遷史。關鍵轉折點始於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。英治前，大埔原本由鄧氏宗族喺大埔墟主導墟市，其後就俾民選領軍嘅七約鄉民喺今日嘅富善街一帶另立太和市，並建文武二帝廟為仲裁中心，取代舊墟，奠定咗今日大埔墟嘅雛形。英軍接管新界嘅時候，曾遭到鄧氏領軍嘅原居民喺大埔激烈抵抗，爆發咗新界6日戰爭。英軍戰勝後，香港政府就喺運頭角里建立北區理民府同埋警署治理新界，改變咗原本由宗族勢力主導嘅社會秩序。1913年，大埔墟火車站通車，取代傳統水路運輸，加速咗大埔同市區貨物流通，亦促進咗人口流動。工商業活動日益頻繁，大埔從純粹嘅漁農鄉鎮逐漸變得多元。大埔居民最初主要係居於大埔頭村嘅鄧姓，同埋居於林村等山邊谷地嘅客家農民，以及圓洲仔、三門仔家在漁船同埋棚屋嘅漁民。而自50年代中國大陸陷共後，就多咗居於木屋嘅大量湧入難民。無論農民、漁民、難民，所有人嘅生活都異常艱苦。1962年，颱風溫黛襲港，吐露港潮水倒灌，圓洲仔一帶死傷枕藉，大埔居民無家可歸。不過，風災亦都促使香港政府檢討咗安置災民同埋災情應對機制，並加速咗大埔以至新界其他地區嘅城市發展規劃。60年代，大埔曾經有具規模嘅太平地氈廠，亦都有唔少規模細小嘅山寨工場。好多工人都係來自大埔嘅著名農民。70年代尾，大規模嘅填海工程、大埔工業村嘅設立，將大埔從田野漁港、山寨工場加速轉向成現代工廠，同當地傳統鄉村建築、祠堂、文武二帝廟、林村許願樹交集輝映，和諧共存。1980年，大埔第一個公共屋邨大元村落成，幾萬名居於簡陋居所嘅家庭上樓。之後，公屋、居屋，甚至有低密度豪宅相繼落成，大埔居民生活質素顯著提升。1983年，電氣化火車投入服務。從前喺河邊洗衫、捉魚嘅畫面已經變得遙遠，大埔再都唔係學生或者團體旅行嘅熱門鄉郊地點，甚至主要娛樂都從單去寶華戲院或者銀星戲院睇電影，增添咗逛大埔超級城嘅節目。期間，大埔亦都分階段添置咗單車網絡，代表作就係連接沙田到大埔大美督嘅單車徑，使大埔同埋沙田成為單車租賃嘅旅遊熱點。從此，大埔真正融入香港大都會嘅多元生活，亦都象徵住香港整體邁向黃金歲月。97後，中共繼承咗英治時代一大筆政治同埋經濟遺產，但係就喺短短20幾年揮霍殆盡，而大埔就係一個縮影。中共接收香港後，就急不及待花咗2億1千萬喺大埔海濱公園起咗一座
香港回歸紀念塔宣示主權。2002年，為咗體現喺香港當家作主，西方得嘅中國都可以。喺大埔建立香港科學園，罔顧香港現實，企圖一步登天，將傳統製造業轉向高科技研發同埋生物醫藥，到頭來圖具空殼，大撒幣之後，只成就咗一個代價高昂嘅豪宅地產項目，其中有住官商私相授受嘅利益輸送，亦都係不言而喻嘅。除咗香港科學園，更有不少大白象、小白象預算高昂而又毫無實用同埋經濟效益嘅基建工程，例如龍尾人工沙灘，不但破壞生態環境，更要付出高昂、經常性嘅維修開支。又例如喺2012年開始推所謂人人暢道通行計劃，喺行人天橋或者高架行人道、隧道加建升降機，雖然規模較細，但係又同樣造價高、維修負擔重，實際同埋經濟效益同樣偏低，背後有中飽私囊嘅動機，亦都係昭然若揭嘅。不過喺所謂一國兩制初期，中共喺香港陣腳未穩，雖然意見聽唔入耳，亦都唔會從善如流，但係仍然不至要拉要鎖，多次重大基建爭議就無心插柳，喺大埔成就咗具備專業知識、公民意識嘅高質公民社會。2012年，習近平正式上台掌舵中共，到咗大權在握，就乾脆連戲都唔演。中英聯合聲明變成歷史文件，全民雙普選從此行人止步，加速逼香港人走向絕路。但係雨傘同埋反送中兩大運動就體現咗香港人嘅頑強抵抗意志。大埔人更加係反送中運動嘅中流砥柱。大埔人嘅參與不僅有大規模遊行，同埋對各區嘅運動補給。大埔墟站附近嘅連儂隧道更出現咗當時全港規模最大、佈置最密集嘅連儂牆，數以萬計，充滿藝術感，加上和平表達嘅貼紙，覆蓋咗整條行人隧道，甚至伸延到地面。一套秩序井然、自發嘅社區管理模式，使到連儂牆成為運動中既堅毅又溫柔嘅和理非表達訴求勝地。同時，大埔墟一帶更湧現咗大量支持運動嘅小店，形成極具凝聚力嘅黃色經濟圈。反送中俾中港共殘暴鎮壓，抵抗暴政嘅香港人，死嘅死，傷嘅傷，坐冤獄嘅就坐冤獄，流亡嘅就流亡，劫後餘生仍然留喺香港嘅，就只能夠喺中港共鐵蹄下含悲忍痛躺平過活。幾年後嘅今日，據港共政權嘅講法，香港已經係由亂入治，由治入興。但係一場大埔宏福苑7棟大樓連環燒通頂、慘絕人寰嘅大火，就明明白白話俾香港人聽，係中港共政權由上而下官商黑勾結下嘅謀財害命人禍，將中港共政權視香港人命如草芥、以權斂財嘅卑鄙無恥、無路無為。同時亦都彰顯咗大埔居民守望相助、對災民無私援助嘅高尚情操。
老人家多啊，即係因為我哋後生嗰時搬入嚟，咁你住咗幾廿年，你係咪變老人咧？就算所謂關愛隊唔知扮關愛災民，搏上鏡，諸般阻撓義工服務。仲掠奪捐贈俾災民嘅物資，義工仍然唔同佢哋爭論，只做實事，證明是非公義之心仍存民間，並未熄滅。而且公民社會播下嘅種子，雖然被打壓，隱藏地下，將來定必為公義再度發芽，重見新天。